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 CGC 嘅 channel，今日繼續玩呢個 Minecraft 嘅重返系列。今日我哋嚟掘礦，今日集中嚟掘鑽石同埋一啲鐵，咁就揾咗一啲資料啦。1.21版本嘅鐵礦係集中喺高度232格，而鑽石係集中喺高度-59格，咁就掘咗鐵礦先啦。失誤問題不大。少少失誤。咁先嚟分享今日嘅小知識啦。鐵係地球核心的主要成分之一。地球嘅內核係由固態鐵同鎳組成，而外核係液態鐵同鎳嘅混合物。呢啲液態金屬嘅流動產生咗地球嘅磁場，保護咗我們免受太陽風嘅侵害，令到指南針可以指向北方，就係咁樣啦。依家就去掘鑽石啦。又嚟到小知識分享時間。鑽石係地球上最硬嘅天然物質，但佢哋其實係由純碳組成嘅。當碳喺極高嘅壓力同溫度嘅條件下，就會結晶形成鑽石。不過過程需要10億到30億年。好，完。咁呢條影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，俾啲建議我呢個新人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